標竿人生第5日，從神嘅觀點看人生。聖經雅各書4章14節下邊咁樣講：你們的生命是什麼？你嘅人生觀塑造你嘅人生，你對生命嘅睇法決定你一生嘅命運。你嘅睇法會影響你點樣投資你嘅時間，運用你嘅金錢同埋才幹，以及處理人際關係嘅態度。如果想了解別人最好嘅方法之一，就係問佢哋：你對人生嘅睇法係點樣啊？你會發現人人都有唔同嘅答案。有人講俾我知，人生係一個馬戲團，一片嘅地雷陣，一列嘅飛車，一塊拼圖板，一首嘅交響曲，一趟嘅旅程，一出嘅舞蹈。有人曾經話，人生係一部旋轉嘅木馬，有起有落，有時只係不住咁喺度轉。更加有人話，生命就好似打牌咁，無論你手上邊嘅牌係點樣，你都一定要玩。若果我今日請你描繪你嘅人生圖像，你嘅腦海裏邊你會出現啲咩景象呢？而嗰幅圖像就係你嘅人生比喻，會反映到你對人生嘅睇法同期望。人往往透過衣着、裝飾品、汽車、髮型，甚至紋身，將佢哋人生比喻表現出嚟。呢個隱藏嘅人生比喻對你嘅影響遠超過你所知道嘅。佢決定你嘅期望、你嘅價值觀、你嘅人際關係、你嘅目標，以及你處事嘅先後次序。譬如話，如果你認為人生係一場 party， 你最重視嘅係點樣去玩得開心。如果你睇人生係一場賽跑，你所重視嘅係速度，因為你經常匆匆忙忙。如果你睇人生係一場馬拉松嘅比賽，你所看重嘅係耐力。如果你睇人生係一場戰爭或者遊戲，你會看重輸同贏。你嘅人生觀係點呢？要達到神造你嘅目的，你就要以聖經嘅人生比喻嚟代替。聖經話：不要向這個世界看齊，要讓上帝完全改變你們的心思意念，你們就會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知道什麼是良善、完全，是他所喜歡的。聖經提供咗3種比喻嚟教導關於神對人生嘅睇法。人生係一場嘅考驗，一個信託，同埋一項暫時嘅任務。呢啲睇法就係目的導向人生嘅基礎。而家我哋首先睇下開頭嗰2項，第3項將於稍後我哋繼續討論。第一個比喻就係人生在世係一場考驗。呢一種嘅比喻喺聖經裏邊多次出現。神不斷喺度試驗人嘅品格、信心、信服、愛心、正直以及忠誠。試驗、引誘、熬練、考驗等等呢啲字眼喺聖經裏邊出現過超過200幾次之多。神考驗亞伯拉罕，要佢獻以撒為祭，亦都考驗雅各，要佢多付出幾年嘅勞力，先可以娶拉結為妻。亞當夏娃喺伊甸園嘅考驗失敗，大衛都曾經多次喺考驗之中失敗。但係聖經裏邊亦都有好多勝過考驗嘅例子，譬如好似約瑟、路德、以斯帖、但以理等等。經過考驗，品格就能夠被塑造同埋顯明出嚟。而整個人生就係一場嘅考驗，神總係喺度考驗你。佢經常注意你點樣去面對他人，面對困難、成功、衝突、疾病、失望，甚至天氣，就連幫人哋開門或者喺地上執垃圾，
以及你對服務員同埋侍應生嘅態度等等，神都喺度留心觀察。我哋唔知道神要你面對嘅所有考驗，但係基於聖經，我哋可以預估其中嘅一部分。你要面臨嘅考驗包括重大嘅改變，唔可能解決嘅難題，未蒙應允嘅祈求，無理嘅批評，甚至係無辜嘅悲劇。喺我人生裏邊，我發現神用難題嚟考驗我嘅信心，以處理財物嘅態度嚟考驗我嘅盼望，亦都透過人生嚟考驗我嘅愛心。人生好重要一個考驗就係，當你感覺唔到神嘅同在嘅時候，你會點樣反應？有時神會故意退隱，讓我哋感受唔到佢嘅同在。猶大王希西家就曾經經歷過呢個考驗。聖經話，上帝就離開了他，為要試驗他，好知道他心中的一切。希西家曾經享受與神親密相交嘅喜樂，但喺佢生命嘅重要關頭嘅時候，神卻叫佢孤立無助，嚟到考驗佢嘅品格，顯露佢嘅弱點，為嘅係要預備佢能夠擔當更多嘅責任。當你明白人生係一場考驗嘅時候，你就會知道人生每一件事係無關痛癢嘅。就算嗰啲係芝麻綠豆嘅事，對你品格嘅培養都係重要嘅。每一日都重要，每一刻都係你成長嘅機會，會讓你嘅品格繼續成長，更加能表達愛心，更加倚靠神。有啲考驗似乎勢不可當，另外一啲嘅考驗你可能根本完全不覺，但係呢一切都係有永恆嘅意義。因此，神絕對唔容許你面臨嘅考驗大過佢所俾你去應付嘅恩典。聖經話：你們所受的試探，無非是人受得起的。上帝是信實的，他必不容許你們受試探過於你們抵受得住的，而且在受試探的時候，必定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，使你們能忍受得住。當每一次你勝過一個試驗嘅時候，神都知道，並且為你預備咗永恆嘅獎賞。因為聖經話，能忍受試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經過考驗之後，必得着生命的冠冕。這冠冕就是主應許給愛他的人的。第二個比喻就係，人生在世係一個信託。呢個係聖經提供嘅第二個人生比喻。我哋喺世上嘅時間、精力、才智、機會、關係、資源等等，都係神嘅恩賜，託付我哋為佢照顧並且管理。無論神所賜嘅係乜嘢，我哋只不過係佢嘅管家。要明白呢個管家嘅觀念，首先我哋要承認神係世上所有一切嘅主宰。聖經話，地和地上所充滿的，世界和住在世上的，都是屬於耶和華的。我哋喺世上短暫嘅年日裏邊，其實冇乜嘢真正擁有乜嘢嘅，都不過係神借俾我哋在世時間用嘅啫。喺我哋出生之前，一切原本都係神所有嘅。而當我哋離世之後，神會就將呢一切借俾其他人使用，你只不過係暫時享用啫。當神創造亞當夏娃之後，神委派佢哋管理萬物，指派佢哋做佢嘅財產信託人。聖經話，上帝賜福給他們，說：你們要生養許多兒女，使你們的後代遍滿全世界，控制大地。神俾人嘅第一份工作就係管理並且照顧神喺世上嘅嘢。佢從來冇廢除呢個角色，亦都係今日我哋人生嘅目的之一。我哋應該睇所享用嘅每一樣嘢，都係為神所託付嘅。聖經話：
你們有哪一樣不是上帝所賜的呢？若你們一切都是從上帝而來的，哪有什麼值得你自尊自大，目空一切，好像什麼都是自己的功勞的呢？好幾年前有對夫婦朋友請我哋去佢哋喺夏威夷海邊嘅別墅嚟度假。佢哋同我哋講：你哋唔使客氣啊，就當係好似自己屋企一樣，盡情享受啦。哇！當我哋去到個別墅嘅時候，見到一個好大好靚嘅泳池，睡房有好舒服嘅床，好多好靚嘅毛巾，廚房為我哋預備咗好多好多食物同埋好靚嘅碗碟，我哋就盡情嘅享用。但係我哋自始至終明白呢個地方唔係我哋嘅，所以我哋好特別小心嘅處理每一樣嘢。我哋因此而享受到可以使用卻無需擁有嘅好處。我哋嘅文化講俾我哋知，唔屬於自己嘅嘢，你就唔需要珍惜。但係基督徒嘅人生有更高嘅標準，因為呢啲全係屬於神嘅，我一定要盡力愛惜保管。聖經話，管家最重要的條件是忠於職守、誠實可靠。主耶穌成日指出，人生係一個信託，並且用好多故事嚟到解釋我哋對神應該負嘅責任。喺按才幹受託付嘅故事之中，有個事業家喺出國之前，將佢嘅家業交俾僕人嚟看管。返嚟之後，佢就向佢嘅僕人話：好，你呢個有良善又忠心嘅僕人，你喺唔多嘅事上有忠心，我要將好多嘅事派俾你管理，你可以入嚟享受你主人嘅快樂。當你行完人生嘅路程嘅時候，神會察看佢俾你嘅託付，對你作出評價同埋獎賞。因此，你所做嘅每一件事，就算係日常簡單嘅事，都有永恆嘅意義。如果你睇一切都係神嘅信託，神應許會喺永恆之中有3個獎賞。首先係神會肯定你嘅價值，佢會話好，做得非常好。其次就係佢會提升你喺永恆之中接受更重大嘅責任。我要讓你管理更多，然後係一個榮耀嘅慶祝，入嚟享受你主人嘅快樂。好多人都未必能夠明白，金錢係神俾我哋嘅考驗同託付。神以錢財嚟教導我哋信靠佢。對好多人嚟講，金錢的確係最大嘅考驗。神察看我哋點樣嚟到使用金錢，以此考驗我哋是否值得信賴。聖經話：如果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，誰還把這真實的錢財託付給你們呢？一個好重要嘅真理。神話我處理錢財嘅態度同我個屬靈生命係有住直接嘅關係。我點樣管理使用我嘅金錢，就會決定神可以託付我幾多屬靈嘅福氣。讓我問你一句：你處理金錢嘅態度有冇阻礙咗神喺你人生之中更多嘅作為呢？你配唔配得更豐富嘅屬靈財寶呢？耶穌話：多給誰，就向誰多取；多託誰，就向誰多要。人生係考驗同埋信託，神俾你越多，佢亦都期望你負更大嘅責任。喺第5日，我哋要思想嘅要點就係：人生係一場考驗同埋信託。要背誦嘅經文就係喺路加福音16章第10節上半句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我哋一齊嚟思考呢個問題，諗下最近發生咗啲乜嘢事，讓到你明白到原來係神嘅考驗呢？神所俾你最大嘅託付係乜嘢呢？